我是基督一线线，做工说话在人间，话语审判刑罚接近我们，带领我们走上人生正道。是神的话语改变了我，使我有了赞美神的新生活。哈利路亚，痛苦与迷茫不再有，灵的释放把歌唱。哈利路亚，明白真理真是好，超脱肉体真自由，观念无解全消除，被你心情的变化。我走上光明的人生路，神的爱太宝贵太实在，享受神爱是神的高台，提倡了神的爱，再也无法离开神。弟兄姊妹聚在一起，没有隔阂，也没有距离，同心合一，配搭释放在教会里，快乐地唱起赞美的歌，歌声里充满了对神的爱，歌唱出我们真诚的心，实际神把我们更新变化，更新变化成新人。谁不抒发心中的情？谁不抒发心中的爱？你来赞美神，跳起舞，我在一边拍拍手。